台北关会中心表示，因所有会型加起来，敢若剩3.8天的库存量，和7天的安全库存目标是差真多。因为北部今仔日反映，关会中心是烦恼讲，这关会人会搁较少，希望民众拢会当来关会做爱心。洗手甲皮肤消毒，就通准备落针，甲火抽入火底啊，开始关火。每年过年煞拄开工这几天，火库拢会欠火，加上这摆过年进前，真侪人感冒，致使今年欠火欠甲更加严重。拜五就要变寒，关会中心真烦恼，会影响民众的关会意愿。大家都在过年，有可能返乡啦，有可能会安排出国的一个旅游。那其实，在台北来讲，其实人真的变得比较少。没有感冒的这些情况的民众，他才能够来捐血。农历年前那一个月，以台北来说的话，其实天气的湿冷啦，温度比较偏低，也造成很多人感冒。台北关会中心讲，正常会库爱有7天的安全库存量，但是目前所有会型加起来，剩3.8天的库存。上欠的是 O 型的会。我们最缺少的是 O 型啊，那 AB 型也是稍微不足，不过 O 型的话是算我们用量相对比较多的，差不多60几啊，阮仅刚用超过100。关会中心呼吁民众闭手关会做爱心，就通救人一命。透过关会中心的网站，顶管拢有写明倒位有提供关会服务。台北关会中心表示，不管是坐运车头，还是火车头，因为来来去去的人较多，所以目前有设真侪关会点伫个车头附近，民众会当多多利用。记者龚定水台北报道。